提起新潟，大家都會諗起白米同清酒，但係唔講你唔知，其實新潟係錦鯉嘅起源地。喺日本江戶時代後期，新潟縣中越地區嘅古治郡二十川鄉，即係而家嘅長岡市、小千谷市同埋魚沼市嘅一部分。當時因為交通不便，一到冬天，所有嘅商業活動都會停止。為咗確保呢個冬天都有足夠嘅肉食，所以就會養殖鯉魚。而其中一部分鯉魚因為發生突變而出現咗唔同嘅顏色同埋花紋。據說呢個就係錦鯉嘅起源。之後村民經過反覆嘅試驗，創造咗唔同嘅品種，去到而家已經有150幾個品種㗎啦。今日我哋嚟到新潟拜訪一位錦鯉養殖嘅高手。經佢飼養嘅錦鯉好多都拎過獎，其中最為人熟知嘅係佢拎過全日本幼魚、少魚雙料冠軍。養錦鯉嘅朋友應該都聽過小田原呢個名。今日我哋就嚟到日本新潟佢哋嘅漁場度參觀一下。喺呢個漁場總共有22個魚塘，而家喺魚塘裏邊嘅呢，就係今年剛剛孵出嚟嘅錦鯉 BB。吉田社長唔單止係養殖錦鯉嘅高手，亦都係世界級嘅錦鯉評審員嚟嘅，同時亦都係 SQ 品牌嘅創始人。吉田社長喺高中時期就已經開始自己飼養錦鯉，期間佢一直喺父母嘅漁場度工作，但係佢嘅內心都好希望出去嘗試一下，所以就去咗當時正招募社員嘅板井漁場見工，而一做就做咗5年。之後喺神奈川以小田城觀賞魚，即係而家嘅小田原觀賞魚店，作為呢個店名開業，用咗5年嘅時間就成為咗株式會社。3年之後更加係栃木縣開始咗分店。7年之後嚟到呢個新潟，直到而家啦。究竟吉田社長點睇每一條錦鯉？佢又點解會自己創立咗 SQ 呢個品牌？下一集我哋一齊去了解下。